师徒前往西天取经，要打此神国。你待怎讲？唐僧师徒要打此神国。嘿嘿，想那唐僧并非凡人之体，食其之肉方能长生不老。在岸将他掳进洞中。大王，唐僧师徒并无可怕，只是那孙悟空。神通广大，武艺高强，只恐你我难以抵挡。这，哎，擒拿孙悟空只能智取，不可立敌。大王有何妙计？我上来。真乃妙计啊！师傅，为何不见悟空？瞧，大师兄他来了。悟空，你怎么落在后面了？师傅，请看，红叶过南岭，枫叶似火红，秋色金无限，徒儿乐完心。原来如此，徒儿们，我们赶路者。
闻听人言，这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，那是日落之处，人们都说，那是天的尽头。您看，这一带山岗红彤彤的，想必是到了这日落之处了。要是再往前走，岂不把人都烧死了吗？八戒，切莫乱讲。那斯哈利国远在天边，似你这样磨磨蹭蹭，就算是走上一辈子啊，你也走不到啊！大师兄，你说这不是日落之处，那为何如此炎热呀？二师兄，像是时令不正，求心下力呢。你比我还清楚呢。师傅，请看，哪怕有户人家，不妨前去稍歇片刻，文明路途再走。好，哪里去走？徒儿们，我们赶路去。
走了，再往前走，不把人都吵死了吗？哎呦！只见那风乱间喷火不烟，霎时间起传热淋去西京不接近，处处金钱10万里崎岖路。有雨难二师兄，你的耙子还在这儿呢。嘿，你替我拿着吧。嘿，你自己拿着吧。嘿，你这个沙和尚！哎呦，好烫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！大河里路出云山，横亘一湖在人间。只见那长面寒，天地之水干，春风中来秋风收，炊烟长断，一方百姓受熬煎。老张请了。哎呀，你是何人？打我此何事？老张莫怪，我乃大唐三藏国师座下弟子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师徒4人自东土而来，要到西方拜佛取经，行到此处，只见天气大变，不知后故，特来相问。哎呀呀呀！原来是小师傅。小老儿老眼昏花，不识尊荣，徒有冒犯。请讲。你家师傅现在哪里？与我草堂一叙。多谢老张，师傅快来。老师，里面请坐。请问老施主，
这贵池桥引火，日次炎热。此地名唤火焰山，一无春，二无秋，四季皆热。火焰山，这火焰山可曾阻止西行之路么？此山正是西行必经之路，只是这西方却去不得。为何去不得？向着火焰山延绵800余里，一路向西尽是火海焰山。若想翻越此山，若非铜头铁臂，也是千难万险。哎呀！师徒们，你东途历经万险，一路上逃避那断线的支援，800里火焰那山插翅难过，只盼望老师之路相拥。哎呀，师父啊！你们师徒4人东途而来，赤诚一片，令人敬佩。只是要想翻越此山，必须去往芭蕉洞铁扇宫之处，它有芭蕉宝扇一把。这芭蕉宝扇，一扇风情，二扇余下，这3扇。火灭方可过山。铁扇公主，这铁扇公主就是那牛魔王之妻。哦，牛魔王之妻。真的是。哎呀呀呀呀！为牛魔王有800之巧，不想他自红孩儿阻我取经之路，被我一场好打，又被观音收去。哎呀，这请老师指过去路。若想翻越此山，非那芭蕉宝扇不可。芭蕉扇烈火说来，倒是件宝贝，待俺老朱前去取来。八戒，切莫大话。老丈，那铁扇公主今在何处？小师傅，你来看，前面有一翠云山，山上有一芭蕉洞，那铁
善公职就志在洞中。多谢老丈，师傅带徒儿去至八角洞寻求罗刹女，借得宝扇。我师徒一来，过往西天拜佛取经。这儿来么？也可搭救这四方百姓。若得如此，我们感恩非浅。只是那翠云山离此1400余里，你是如何的去得？这倒无妨，只是俺师傅师弟还要在此叨扰数日。粗茶淡饭，小师傅尽管放心。多谢老丈，二位师弟，好生保护师傅安去。
持便利万福殿，保护师傅往西天，图于火山特凶险，因此来求天上仙。适才见一仙姑，使我问他铁扇公主今在何处？只见他一言未发，匆匆而去。是俺跟随至此，因何不见？待俺四处寻找。叫动，待俺上前叫门。有人么？开门来！有人么？早吹过来！来了来了！我的妈耶！吓死我了！我说，嘿，你是哪儿来的毛脸和尚？来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为借宝扇而来，烦劳统兵你家公主。你就是孙悟空啊！这你是哦，那你等着，别走，等着，你可别走。巧得很，巧得很呐！有请公主啊！启禀公主，外边有个尖嘴毛脸的和尚，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为借宝扇而来。怎么孙悟空他借扇来了？是啊，来得正好，待我将他擒至，以报多子之仇。任凭他有一副忠心铁骨，不报告，休他王子和王罗，激起我下的心头怒火。我这一扇呐，定就有八拜之交，你岂不是我的嫂嫂？小弟今日拜见来迟，望嫂嫂莫怪。休要花言巧语，你到此作甚？嫂嫂听了。
宣造法师，去往西天拜佛取经，行至前面的火焰山不能得过，稳定正天。嫂嫂有意把芭蕉宝扇能系这山头之火，因此小弟前来介绍我俩嫂嫂的，是了无推辞的了。婆后，你害得我母子不得相见，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？嫂嫂，你那孩儿在观音菩萨座下修成正果。你若将宝扇借我，待俺老孙前往西天求得真经，再去拜求观音，将你子红孩儿送还于你。止口！夺过孩儿，此处为报，逍遥过山。嫂嫂，俺悟空理也尽到，话也说尽，你若不见，我就你就怎样？我就怎样？嫂嫂，还是将芭蕉宝扇借与我吧。好，借你宝扇倒也不难，你若经得起我三借，我便将宝扇借你。嫂嫂，你若将宝扇借我，满说是3件，就是那300件，也任凭于你。这个老娘我呀要宰猴。呸！你给我站住了！拿来拿什么？宝扇呢？想借宝扇，除非日出西山。嫂嫂实不借扇，待俺紧紧追赶。
嫂嫂慢走，嫂嫂慢走。哎呀，不好！这泼猴好生厉害，待我用宝扇扇他一扇。的宝扇轻轻地一扇，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，它就飞走了。宝扇呐，宝扇！哎呀，求求！这一妇人好生厉害，她用芭蕉扇儿将俺轻轻一扇，就扇到了小须弥山去了。多亏灵吉菩萨赠俺顶峰宝珠一颗，真的是为你烈火不惧仙，再次来求天上仙。嫂嫂，嫂啊嫂！婆后，你来得好快呀！哎，嫂嫂，你的芭蕉扇儿闪过一闪，不过是54000里，俺老孙的一个筋斗云，就有108000里。你有如此本领，再看我一扇。且慢，嫂嫂，还是将芭蕉扇儿借予我吧，待俺老孙过得山去，定然送还于你，也就是了。好，借你宝扇倒也不难，哦你再让我扇上3扇，若是纹纹不动，我便将宝扇借你。怎么听嫂嫂之言，俺老孙让你扇上3扇，倘若纹纹不动，你就将宝扇借我，借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，果然。果然。哎呀，不知这灵吉菩萨的顶风之灵是不灵验呐、哎呀，哎，好，如此你就
来来来，破后，你且站定了。你且上来，你且上来，你且上。哦，二宝贝，二宝贝呀，二闪上来，二闪上来。啊哈！闪闪上来，闪闪上来。好宝贝呀，好宝贝呀！啊！是俺好言好语，他并不领情。待俺变做一个小虫儿，飞入洞中，见机而行。沏茶过来。是。可惜我夫君不在，不能共前后头。若是擒至那后头，我定要剥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要他活活受苦，放下我心头之恨也。公主请用茶。孙悟空啊，孙悟空！嫂嫂啊，嫂啊嫂！大门可曾关闭？这大门早已关闭了呀。哪里来的后头的声音？哈哈！哪里来的后头的声音？哈哈！哪里来的后头的声音？啊！
哈哈哈哈哈！嫂嫂，小弟在你的府内了。你解是不解？不解，不解。好。我就挖了你的心肝。哎呀！嫂嫂，解是不解？我解，叔叔你快出来吧。你若将宝扇借我，俺老孙就出去了。哦，快去宝扇来。是。哎呦，公主宝扇取来了。宝扇取来了，你快出来吧。好，你把口儿张开。哦。多谢嫂嫂。多谢嫂嫂，告辞了。惊慌！我见这猴头啊，甚是可恶。为此，我借给他的是一把假扇。此话怎讲？公主，请看，珍宝扇在这儿呢。假扇命丧火焰山。嗨，
转。师傅，俺老孙到了那火焰山，用山一山，那火是越发的大了，如此这般，怎能得过啊？哎呀！将那扇儿容我一看，哈哈，这铁扇公主雕花得很呐，竟将这假扇借将于你。怎么，这是假扇？哎呦！去了半天，借了把假的回来，瞧你烧成这个样子！这铁扇公职有真假扇儿两把，真扇名唤七星宝扇，扩大扩小，变化无常，这分明是一把假扇，你被他哄骗了。哎呀，好啊恼！师傅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有什么好主意？师傅，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方为俊杰。”如今这火山火大，难以过去。如果不识时务，定要过去，那必定挨烧啊！去之危险，不去则安。听你之言，只有后退。后退，那多难听啊！咱们退一步是为了向前迈一步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八戒，那岂不是回转东土？你管他东土西土，反正不挨烧，不就结了吗？八戒，我来问你，我们去这西天为了何事？求取真经。那东土可有真经？那东土没有，咱们去西天去呀。西天有经，我们退到东土，那岂不是背道而驰？谁让他有经的地方有火啊？无火吃无金呐！你又想求取真经，又想没火，没有这条道啊！师傅，干脆舍了真经吧。八戒，纵然舍了真经，难道让这四方百姓饱受苦难不成？这便日火是好。师傅啊，师傅且把愁眉展，莫忘星星多难关。若能夺来泰山府，那把天空万重山。师傅，带徒儿再去会会那铁扇公主。且慢，要想取得真善，何不去到积雷山脉运动，玉面公之去找那牛魔王？这玉面公主她是何人？这玉面公主长得十分娇美，2年前方的牛魔王神通广大，情投赵坠为夫，如今那牛魔王正在得意之时，你前去相求于他，定能取得真善。如此甚好，二位师弟，好生保护师傅，去也！大师兄，
你方才回转，一路辛劳，我不休息片刻，再去不去？哎，事不宜迟，俺老孙纵然是肝脑涂地，也要借杀灭火。悟空，此去需要小心。徒儿记下了。有请公主。有请公主啊！来，
啊，公子，你讲的哪里话来？俺老牛可对天盟誓，今生今世再也不去那芭蕉洞了。此话当真？不敢虚言。日子待王请起。怀王大王三思，不必了。三思才是。你这猴头为何在此？大哥，小弟前来烦请大哥去至芭蕉洞截取宝山哟。哼，你这泼猴害我孩儿啊！真要寻你。如今你倒是送上门来，这呸！找我打！大哥，龙王有请前去赴宴。明不了。且慢，你去做事。待俺先杀这泼猴，再做道理。这个好，就依公旨啊！回去。这牛魔王如此贪恋美色，听他言道，这今生今世再也不去那芭蕉洞了。哎呀，这，有了！待俺扮作牛魔王模样，去至芭蕉洞，骗取宝沙便了。牛王回府。殿中牛魔王来见罗刹快。牛魔王到。大王在哪里？夫人在哪里？夫人在哪里？夫人。
俺老牛怠慢了，怠慢了。你我夫妻分别两载有余，今日回来，分明是你又想蒙骗于我，还不与我滚了出去。哟，大王，你今儿个怎么忘了赔礼了呢？今儿个不跪下，哎，那可不行。要跪啊，当然要跪了，这都是你以前惯出来的毛病，不跪不行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想俺老孙一生从不下跪，今日为了求得报答，俺就跪上一跪吧。夫人千不念，万不念，还要念你我夫妻之情。今日一团圆，往事去可抛却。夫人，俺老牛与你跪下了。你与我出去！哟，大王哪有空着手来求我家公主的呀？哦，夫人，你是要弄干，还是要凤胆？我要后头。好，待你我夫妻同意一番，再去捉拿后头。公主，您看大王跪也跪了，好话说尽，您就饶了大王嘛。至此，大王请起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你我两载不曾相聚，今日必要同饮一番才是啊！就依大王。夫人，请。来来来，夫人再饮一杯。大王请。请。不干。夫人，今日一团圆，理应多饮几杯才是啊！请。
夫人，想俺家中七星宝扇，乃是镇山之宝，你要好好收藏，莫让那猴头骗去才是啊！大王，宝扇在奴家的身上。夫人，俺老友多日未见此扇，好也忘怀了。怎么自家的宝贝倒忘怀了么？夫人莫怪，想那猴头有了定身之法，待俺老牛持扇前去捉那猴头，与夫人吃口冤气。多谢夫人提醒。左手拿，右手扶，念一声4斤8两大萝卜。左手拿，右手扶，念一声4须贺喜呼。带我前去拔火铺，天降大雨火焰入，师徒上马去赶路，过山取经到天竺。宝扇到手，多谢嫂啊嫂。待俺老孙过得山去，定然送还于你，送还于你。众小妖，捉那猴头去斩。
师兄去了半日还不见回来，师傅命你我二人前去打探，如遇争斗，你我小心了。小心了。二位师弟，大师兄，二位师弟，宝山到手。大师兄，劳苦功高。八戒，好好看守宝山。沙师弟，领我前去迎敌。好宝贝，好宝贝呀、有了它，俺老猪就不怕火烧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宝贝，好宝贝呀！
贤弟多有得罪。急于报善。啊！